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也毋通怨妒行不义的人，因为因亲像草，紧紧刮，搁亲像青翠的菜流去。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4首，我心学乐志愿上帝，会众请起立。咱由原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也亲像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俗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4篇，记载伫圣诗后面1041面，也就是诗篇100篇。我来客会众来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
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大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光，荣光归伫你，就是至高的主。主啊，你是真理的源头，是光明中的光。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看万米到真明。主啊，阮要感谢你，无论顺境逆境，拢有你的同在，搁得到你稳定的保护。主啊，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擦消阮的过失。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敬拜你的时欢喜。学乐你的时快乐，主啊，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听牧师讲道的时，通受圣神伫阮心内激励。主啊，阮要为着仰望你的人，甲礼拜中学乐你圣名的人祈祷。无论因敬拜的方式怎样，求主用仁爱来接纳因谦卑的求讨甲学乐，搁赏赐因永远的活命。即时，阮要同心为着教会的活动来祈祷，有明年度事工检讨会，有圣诞庆祝的活动，圣诞节联合礼拜，阮有守圣餐洗礼，有福音地会，求主赐阮能力、气力、勇气、疼心甲智慧。每一项事工伫阮的服侍中，拢有你的同在甲保守，也得到你的悦纳，搁通荣耀你的名。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中年老的长辈、身体衰烂的人，恳求主亲自安慰、医治甲看顾。阮也要为着出外的人，无论工作、当兵、求学，恳求主每时每刻拢甲因同在。阮也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的百姓祈祷，恳求上帝亲自掌权，使阮平安过日。愿阮所有的求讨，求上帝欢喜接纳。阮安尼恳求，拢是奉靠国外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伯利恒》哦，《伯利恒》。
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60到11节。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若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的当着磨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讲道，请杜牧师，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应当的使命活力的教会。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来，咱头前后边兄弟姊妹，你大声甲祝福讲：Shalom，上帝祝福你；Shalom，上帝祝福你；Shalom，上帝祝福咱大家。伫顶礼拜日的经文有讲到，咱着互耶稣基督伫咱内面来活。同款，咱的生活中间，咱嘛要甲耶稣基督做伙活。这个活。意思毋是咧讲咱会食、会啉、会困，这个活是讲咱爱活出热情，活出有一个活力的生命。好无？今仔日咱的经文，咱阁做伙开喙来读一遍。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尔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的当着磨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段圣经，互咱知影，一间教会也好，咱家己的家庭，甚至咱伫咱家己工作的所在、读册的学校，咱拢爱互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的地基，咱嘛尽心尽力做好咱家己的本分。其实李达多所讲到的栽种压水，栽种压水哩，迄本原文伊用的是一个简单过去式，意思就是讲保罗咧讲这段经文的时阵，伊甲阿波罗已经完成了因的工作。当因完成了伊的工作，压水的、野肥的。安尼最后成长的工，迄就是圣神的工，就是上帝的工啊。所以咱伫上帝国的使命，其实咱就是负责野种子，负责压水、野肥啊。同款，你一间教会，你一个家庭，也是咱工作的所在，每一个成员拢真重要。所以咱来当将细项事做好，真做的细项事，咱若做对、做好了后，大项的事嘛一定会好，会对啊。但是咱必须要问的就是讲，当咱做一个翁婿、家后、囝儿的，咱有甲咱的本分做好无？也是咱当中有做头家、做员工的、做老师、做学生的，咱有甲咱的本分做好无？若是安尼，咱倒转来看，咱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伫一个信仰的团体中间，咱敢捌听过有一个名称叫做基督徒巴要？捌听过无？有人听过吼？基督徒巴要是哪巴要？系啊，早知就莫举手吼。来，咱遮用华语，咱做伙对倒手边读甲正手边啦吼。咱做伙用中文来读。敬神爱人，天天读经，常常祷告，殷勤聚会，乐意奉献，领人归主，服务社会，维护生态。
甲准即8项需要做的事，是咱基督徒日常生活顶面需要做的事。我毋知你看到了后，你会吐气，感觉讲，哦，做一个基督徒足忝的咧。平常时工作就已经足忝啊，倒转来甲家己的生活，也是伫工作的场所，又往爱安尼。恁有人会感觉讲要安尼做会足忝无？有人咧笑，有人咧摇头，安尼恁是好还是毋好？其实咱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常常祈祷。什么时阵咱会使祈祷？随时嘛，煮饭会使祈祷无？赛车的时阵会使祈祷无？目睭毋通刻刻啦吼。耶稣咧祈祷，常常是目睭金金望天哦。所以其实随时随地咱拢会使祈祷啊！安尼基督徒把要真正真做咱的负担，真做咱足重的重担吗？袂啦吼，有的人有摇头哦。我相信摇头的人，平常时可能基督徒把要加减拢有咧做，因为这也是真做咱生活的一部分的时阵，伊袂是咱的责任，伊嘛是袂是咱的负担。等到咱的生命甲要反转。咱的生活要变做较精彩的话，就对遮开始去实践啦。我嘛相信，当咱也真正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顶面，咱会当开始实践这个基督徒把要。我相信最后会受到祝福的是咱家己。就亲像讲，昨我咧甲青年团契咧分享，阮咧讲到，当咱咧付出疼，咱咧付出关怀、付出接纳，看起来那像是咱咧付出。但是咱若常常付出了后，可能有一天咱嘛会当有迄个经验、迄个体会，别人同款嘛会将因的包容、因的慈爱、因的疼回馈伫咱的心上啊。所以咱若常常安尼做，不只是家己得利益，我嘛相信伫咱的家庭、伫咱工作的所在、伫咱的教会，平平要因为咱来得到祝福啊。顶礼拜甲即礼拜，咱要讲到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教会有6个面向。还会记顶礼拜咱讲的3个面向是哪3个面向无？有印象无？有人开始笑啊，毋通笑尔尔，酒杯内底有牵。你也袂记，会使看一下。啊，你也感觉讲哦，目睭无好，像走饱目睭无好，酒杯的字伤细，啊无咱来看后壁较大字的。啊，恁来讲头前啦吼，我讲后壁，恁来讲头前。第一咧讲到就是教会是在地群体，因为教会咱会当连接全世界。还佫会记咱顶礼拜有举到一寡咧，包括咱对咱的社区开始，咱有幼稚园，咱有咱门国中的飞扬品格教育，咱也佫有无共款的社区班。一直甲咱也透过一寡基督教的机构，咱嘛会当将咱的关心散甲全世界去。也佫会记顶礼拜我所举的迄个渐冻人的姐妹无？迄个渐冻人的姐妹是我甲慈恩师母的好朋友。当伊倒入门床顶面的时阵，甲无人甲斗相共，伊连要坐起来，伊都无才调坐。但是伊做一个渐冻人，这款的状况，伊无自怜、自爱、自卑，伊嘛用伊小小的力量，每一个月来扣钱，来帮助非洲的一个儿童伊的教育。所以，这个儿童的教育，就爱看这个渐冻人的姐妹啊。包括咱顶礼拜嘛有顾到马偕医院一批搁一批派出咱的医疗团队去到乌克兰，那像最近这几天有一个新的团队出去啊嘛，一批搁一批咱的医疗团队去到乌克兰迄个所在，乌克兰的医疗人员嘛一批一批来到咱的马偕医院受训练，甚至顶礼拜嘛咱看到一批搁一批的迄款消防车、救护车，透过咱的总会去联络外交部甲乌克兰迄边的教会。将这一批一批的设备送到乌克兰去，所以透过教会、透过中会总会、透过咱真侪无共款的教会机构、基督教的机构，咱一直拢咧做真好真水的工啊！就亲像前几工，咱的家访执事包啊款款的，佮走去华人啊去救灾啊。所以这就是咱的教会，只要咱啊健全、健康有活力，咱会当串联起全世界。搁过来，咱有讲到教会是传承祝福的所在。不管500年前、1000年前，迄阵上新的科学、迄阵上新的医疗、迄阵上新的社会福利制度，拢是对教会开始的。所以教会嘛会当成做咱共同生活、共同基地的所在，是咱属灵的家啊。搁过来，第3是啥物？
第三是啥物？咱灵安息的所在，你有体会到无？你有安尼感觉无？教会是咱灵的家啊！教会是咱属灵的家啊！前几礼拜过月节过新的时阵，李亚甲家属咧讨论规个个别式要安怎来处理。迄阵我才了解讲，原来过月节伊要成做一个基督徒，足艰难的，足辛苦的。大家大官无同意，伊的先生是一个足有效的后生，所以家己的爸爸妈妈无同意，当然伊就反对。后来是因为过月节，家己亲身领受着讲来甲教会，互伊有平安有喜乐，所以真爱来教会。所以尾仔过月节个别式伊会用咱教会礼仪方式，是因为伊只囝儿孙尊重家己的妈妈、家己阿嬷伊的信仰。但是当真正个别式迄一天对日晡的礼拜，到你个别的礼拜。特别是个别的礼拜，因本来无通知因的其他的亲友来参加，因为因讲其他的亲友拢是未信者，拢毋是基督徒，无需要甲因通知，所以就过月节本身的子孙仔来尔尔。好佳哉，真正感谢主，咱的亚音合唱团，咱有一寡兄弟姊妹去遐陪伴，伫遐献诗，互因关心。邀请长老嘛请假去遐做事会，我嘛看到微信长老嘛是请假。去遐做事去遐斗陪伴，所以伫遐因的家属有感受到教会伫遐陪伴的温暖。到你去甲火化的时阵，送你去甲火化礼拜中间，阮就停起来，先食一粒饭，伫遐等迄个骨灰。后来骨灰出来了，装伫骨灰坛内面，阮送甲迄个过月节安置的所在。伫咧安置的所在做最后一遍。个别式内容的礼拜，有可能规工安尼落来了后，过月节家属真正有体会到教会有鼓励、有安慰伫因的心中。所以当伫遐咧做安迪礼拜的时阵，安迪礼拜，我开始看到因有几个孙仔辈，开始伫遐有笑容。咱所讲的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望，因嘛开始点头。我相信这个点头是一种的认同吧。到最后，甲过月节的骨灰往放入去安置好的过程的中间，我听到因的家属有两三下开讲咧讲，安尼信耶稣嘛袂歹哦，信耶稣嘛袂歹哦。所以倒来咱的经文所讲的，咱负责亚精子，咱负责压水。要安怎成长，迄就是圣神的工，上帝的工。但是咱得负责去压，负责去压水啊。所以对这三项来看，今仔日咱要讲到另外新的三项。今仔日新的三项可能有较严肃，所以好无？帮我甲你隔壁厝边讲一下，爱注意听哦。来讲一下，爱注意听哦。无啦，你若真正有人听甲困去，我袂甲你叫，因为这是一个安息的所在。Don't just go to church, be the church。有人会当来替咱翻译这个英文，安怎讲无？啊？什么 ？Don't just go to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只去教会，然后呢？要成为教会，咱不只是来教会。世界人所读到的第一本圣经是看到咱的待人处事、所作所为。同款世界人所看到的第一间的教会，就是咱。所以包括咱顶礼拜嘛有咧讲到，要殷勤招待新的家人、新的朋友出现伫咱的中间。迄个殷勤招待，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主人。招待新的朋友、新的家人，毋是服务组的工课，毋是关怀组的工课，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台北南门教会的主人啊。既然咱是主人，咱就来做招待。虽然咱毋是圣性的人，咱毋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经甲咱讲的。既然咱知影咱毋是十全十美，
所以咱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啊。是安那上帝看咱做美好，毋是因为咱十全十美，毋是咱是美好完美的。上帝看咱做美好，是因为伊疼咱，伊爱咱。我相信咱在座只要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的，拢知影。咱嘛知影，咱的囝儿孙有可能毋是十全十美的囝儿孙，可是我们就是爱他，我们就是爱他们啊，因为咱看因做宝贝啊。所以上帝看咱嘛是安尼。所以既然上帝看咱做宝贝，咱伫这个世界上，咱得爱做对的事，甲对的事做好好啊。所以当咱要看刷落来第四个面向，怜悯甲公义是教会袂使欠缺的特质。过去我捌看过伫南部有一间教会，迄间教会有一个长老，长老照理讲需要是真做咱正兄弟姊妹的模样，好的榜样。但是迄个长老有外遇，本来长老娘徛伫上帝的疼，基督的慈爱怜悯，用祈祷，搁再祈祷，毋望伊的翁婿会当倒转来。但是有可能即款的疼、即款的怜悯、即款的祈祷，因翁婿并无接纳，所以行为哪来讲较歹听，叫做越来越嚣张。所以这个长老娘无法度，只好来甲教会找到有几个中职是甲伊的翁婿从细汉做伙大汉的，所以因的感情足好。毋望讲遮个中职做伙大汉的，中职既然恁感情足好，啊无会当去考考因的翁婿倒转来无？恁感觉即几个从细汉做伙大汉的中职，安怎处理这项事？安怎处理这项事？这个中职可能感觉讲，即款婚姻的问题是恁私人的问题，阮足歹介入的。大家感情足好，无人肯去做这个歹人去讲这个事啊。所以这长老娘无法度，只好去找牧师。但是牧师嘛拄仔来无几年，其实跟翁感情迄个关系嘛毋是遐尼好，所以这个牧师想来想去嘛毋知要哪办，最后这项事就安尼就无去啊。你想，这个长老娘来到教会要寻求帮忙，结果这个代志不了了之，这个长老娘心会受伤无？这个心对教会会软心倒退无？当然，我相信这款的事有当时足歹处理的。这款翁仔某之间的事有当时咱做一个外人真正足歹处理的。但是有当时咱爱了解，就是讲怜悯的中间，咱需要有公义；公义的中间嘛爱需要有怜悯。所以，迄个方式、迄个方法要安怎做，确实是需要智慧啊。但是不管安怎，咱爱知影一个重点：公义是上帝的公义。毋是世间人咱家己自以为义的义啊！同款怜悯嘛是上帝的怜悯，毋是人矫情滥爱啊！我相信咱做爸母的拢知影，囝儿毋通生。有一个台语的成语安怎讲？生囝不好，生猪。是啊，生猪啊，就生囝不好。咱知影伫教养的部分，咱袂使乌白乱爱、溺爱啊。上帝嘛是安尼啊，上帝嘛是安尼啊。所以圣经内面有侪侪例，比如讲大鼻王，大鼻王伫伊的婚姻内面行奸淫，就算做大鼻王，尾啊有发现家己所做的毋对，来甲上帝面头前悔改。迄款的悔改是真正大悔改。用火斧来压家己的头毛，甲家己的衫拆破。伊伫上帝面头前有足真实的悔改，上帝嘛接纳伊的悔改，但是毋通袂记，上帝怜悯接纳伊的悔改，但是伊的所行所做最后的责任，伊同款爱负责任啊！伊同款嘛是爱负责任啊！所以上帝公义又愿互大笔。必须要承受地味州伊该负的责任甲处罚，只是上帝的怜悯接纳伊的灵魂。过去我捌伫教会内面听过一个例，一个查某囡仔共一个时阵伊交往2、3个男朋友，
有可能伊感觉足厉害的，时间管理足好的，所以这两三个男朋友拢毋知影有对方的存在。但是教会内面，伊的闺蜜知影讲伊安尼做的时阵，去甲苦劝，毋通安尼啦，毋通安尼啦。同一个时阵，交两三个男朋友，恐惊会出问题、出代志。这个查某囡仔甲伊的闺蜜安尼应讲，你看大鼻王、所罗门王都娶啊侪某，啥咱袂使交遮侪男朋友？但是这就是咱一直咧讲的，圣经毋通只有看一节，圣经毋通只有看一段。咱只要对撒母耳书一直看到列王记，咱就知影大鼻王甲所罗门王因后壁的家族真正悲惨啊。比如讲大鼻王，伊的这个某的后生去性侵另外一个某的查某囝，这个某的后生去杀死另外一个某所生的后生。规个家族弄甲乱七八糟，即款的乱七八糟，不只是因家己的家族纷争不断，甚至到后来，连以色列这个国家拢因为国王的家族即款的乱七八糟，互以色列国灭亡去啊！连整个国家都被断送掉啊！所以，人民甲公义是教会袂使欠缺的特质。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款的状况，有可能咱爱去注意的，爱有智慧是安怎去处理。但是不管安怎，咱毋通乱用、误用上帝的怜悯甲公义啊！特别是咱毋通做假的见证去陷害人，佮自以为意啊！所以咱毋通互上帝的怜悯甲恩典被践踏，咱毋通互上帝的怜悯变做是一种的放纵。上帝的怜悯，照理讲是要为着，互咱会当有带来改变性命的机会啊！刷落来，咱来看第五个面向，咧讲的就是讲，教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最后该当实现的时阵，咱会当做伙来享受这款的美好啊！这个拜六的下晡，咱教会有一个事工研讨会。事工研讨会不只是要找找一寡共同的目标，咱嘛要来找一寡无同款单位所提出的事工。其他的单位、其他的团体，咱有法度做伙来实践，做伙来同甘无？这款的目标真重要。当我伫青年团契遐咧分享的时阵，我有提起讲，每年的寒假有一个青少年的建造营。因听到建造营的时阵，会感觉讲啊，又来了。又要办什么灵修会、退休会、什么会又来了。但是我甲因讲，这个团队的建造营本来就是要互咱彼此连结，做一个有效率、有共同目标、使命的团队啊。要安怎建造，当然会有专讲，会有灵修。但是比如讲，今年寒假的时阵，这个联合建造营是带去苗栗的南庄里遐来进行。其中有一个团队建造的活动，就是带去南庄这个老街的街仔顶。每一个小组有无同款的任务，你去抽你的任务。迄任务抽出来了后，大家一掀开，看无啥有，因为伊有可能是藏头诗，伊有可能只是一个提醒，所以伊需要去把伊爱完成迄个任务的地点去找出来。当因看无藏头诗的意思，看无迄个提示的意思的时阵，很棒。小组家己在讨论，讨论了无法度的时阵，有人甲提示讲，其实这拢甲南庄的一寡小吃店、美食店有关系。有的小组就赶紧去找当地人去问，你看有这个提示的意思，是要叫阮去找倒一间店无？当因去找到该去的店，这个小吃、这个美食，因什么叫做通关？爱去点来食，食了后，因爱将一个福音的小礼物送给头家。我爱叫头家拿着这个福音小礼物做伙翕相。我所看到每个小组不断传倒转来，因甲头家咧翕相的过程的中间，迄个相片，大家头家拢笑甲足欢喜呢。我毋知影讲今仔搞一个福音的小礼物摕互你，你出去外口一间店要送互迄间店的头家，你无熟悉。你敢送无？你愿意送无？但是这少年可塑性真正足悬的，
去遐食着美食啊，佮甲遮个福音小礼物送互头家啊，佮招头家来翕相，翕个相爱传倒转来，才表示即关通过。所以几关通过了，转来的小组拢讲食够饱。但是先转来的小组后来因嘛发现，还佫有几个小组无倒转来呢？若是你要安怎做？你要留伫集合点滑手机开讲，还是你要做啥物代志？假是你咧，你看到有几个小组无转来，你要坐到原地滑手机开讲，还是你会有啥物动作无？真的，年轻人的可造性、可塑性足悬的，这小组赶紧倒转去。因分散去找无共款的小组，看因拄到什么困难，帮忙因过关，帮因过关。所有的小组拢倒到个集合地点了，因才了解，这个团队建构的活动，毋是咧比看因什么人较敖，毋是咧比看因什么人动作较紧，咧比的是我们能不能互相帮忙、互助合作，甲所有的小组拢总倒转个集合地点了，才叫做咱过关。毋是你的小组过关，是咱这个团队拢总来做伙过关。所以有青年听到了后，就哦，那伊遮尔好，安尼我嘛想要去参加。我甲讲，毋是参加尔尔，这个建造营抑佫有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就是伫暑假的时阵，会有2个联合短宣队会出去。你有时间，欢迎你参加2个联合短宣队。无时间，你会当参加一个；搁再无时间，啊无你参加其中的一个3天、4天、2天嘛好。今年伫嘉义广南教会有一个社青，互我足感动的，2个短宣队，伊拢总去参加。咧开讲的时阵，我甲问讲：恁头家哪会遮好？肯互你请2礼拜的假去参加2个无共款的地宣队吗？哪会遮好？伊讲伊拄仔要去甲头家讲第2个，伊先请第1个假。第1假请过了后，伊就先来参加短宣队。短宣队倒转来了后，伊才敢去请第2个假。伊去请第2个假的时阵，你也是头家，你要互请无？1个月半，1个月中间半个月无伫的。这个少年人才算是社会新鲜人第2年尔呢。你拄来这个公司做无偌久，你连续1个月内面要请2礼拜的假，你也是头家，你要应允无？你要准伊无？少年人毋好好啊工作拄仔来尔，就要请假请遐济假。结果，这个青年给我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个青年讲，伊去甲头家请第2个假的时阵，伊的头家讲，钦佩你对社会有遮热诚的服务的心，啊无安尼，我包一包红包互你。原因真简单啊，请2礼拜的假，伊毋知要用扣偌济薪水。但是因为地宣队要出去做社会服务、教会服务，所以这个头家讲，我包一个红包互你。我甲笑讲，恁头家是毋是惊你要离职啊？心不在焉，是不是要离职了？但是咱看到就是讲，有一个共同目标的时候，真的很棒。甚至我毋知讲以后是毋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当无共款的教会，这些少年人伫遐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的时阵，既然这间教会的查某囡仔甲这个教会的查甫囡仔，因变做男女朋友。当然，抑佫少年后壁的路，阮毋知。但是嘛，期待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来成做男女朋友，嘛期待讲因会当带着一款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检查以后当有机会共同来组一个家庭啊。所以其实咱伫这个世界，咱基督徒抑佫有2个无共款的身份，一个身份叫做朝圣者，一个身份叫做旅游者。朝圣者的意思，我想应该咱会当想会到吧？当上帝应允咱伫人生的最后，咱的生命的结束，有一个水果好的所在要陪伴互咱去。咱就要行伫上帝的道路顶，咱行伫上帝的真理顶，往这个目标直直甲行去啊！这就是朝圣者啊！但是朝圣者，你毋通家己一个行。有一句话应该咱听过吧？一个人行较紧，一群人行安怎？行较远哦。
一个人自己走比较快，但是一群人一起走可以走得比较远。那是安尼，你唔是家己咧行这个天路，你唔是家己咧奔走这个天路。当咱大家做伙伫遮咧奔走的时阵，咱就那像咧参加一个团体旅游共款，咱就那像咧参加一个团体旅游共款，咱做伙往这个目标来行。所以，咱的生活中间，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对焦在对的生活目标，对焦在美好的生命意义上面啊。当我提起今年暑假去到花莲短宣队的时阵，参与里高满圣教会，因为高满圣教会我感觉足钦佩伊的，因为教会比咱人加足少的，但是因愿意去承接这个爱企鹅的协会。爱企鹅协会就会来教会遮聚会，爱企鹅就会带来遮，因的爸母就会进来遮。所以，你甲永和圣教会、嘉义古林教会联合短宣队去甲高满圣教会的时阵，阮伫遐活动，就为着遮爱企鹅设计，嘛为着遮爸母设计。当有一暗，遮的社青、学青带着遮爱企鹅咧做活动的时阵，做甲足欢喜的，笑甲嘎嘎叫。阮遮大人甲因的爸母做伙伫遐，因的大人看到讲因的囡仔会当伫遐耍甲足欢喜的，其实遮爸母嘛足欢喜。甚至来讲，遮安企鹅的家庭有的家庭其实无叫做爸母，有的就是有一个老爸，无就是一个老母，是安怎咱知影无？像遮安企鹅家庭夫妇双方同时存在不常见。常常看到有当时就是一个爸爸娘娘，还是一个妈妈娘娘，是安怎？原因真简单啊，要顾一个安企鹅从细汉安尼掠到大汉，足无简单的啊！甚至我毋知影前几工咱有看到一个社会新闻无？一个80岁阿嬷顾到伊脑儿麻痹，什物款的状况的囡仔顾50冬，迄个囡仔互伊顾了足好诶。长期倒伫门床顶，既然无长褥疮，咱知影即个阿嬷顾伊即个囡仔顾了足好。但是当 COVID-19 的期间，伊自己染疫必须要被隔离的时阵，伊去想到一个问题，伊也去隔离，安尼因囡仔要哪办？我因为即个染上 COVID-19 来过身，即个囡仔要哪办？所以最后做的决定，就是用一个红包，他带伊的囡仔的喙内面。将他闷死嘛，所以咱咧讲的就是一个足辛苦的家庭，佮拄着 COVID-19， 这是压垮稻草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压垮骆驼啦，压垮稻草的最后一根骆驼，歹势。同款爱妻的家庭可能会挡袂牢，为爸母挡袂牢一款的辛苦，一款的委屈，一款的疲累，为着离婚走去啊。为着离婚走去啊，所以常常就剩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老爸还是老母留落来照顾。所以当阮伫遐彼此谈心、伫遐分享的时阵，就一个妈妈咧分享，好佳在有教会，好佳在有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将因带入教会，教会甲因接纳，教会甲因体谅，教会甲因包容，教会甲因鼓励，互因咧行即段路的顶面，虽讲足辛苦的。但是因知影有教会陪伴因啊，所以朝圣者、旅行者，咱不只是趣味就好，咱不只是好耍就好，咱会当互咱的生活、咱的性命更较有意义啊！感谢主，当我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有几个青年目睭金起来，目睭金起来。我讲毋通只有你金，毋通只有你感动，今仔日足侪咱的青年，咱家己的亲友，咱的兄弟姊妹无来，约他们一起来啊！其中一个就讲好，伊倒伊要甲因哥哥讲，因哥哥听到一定会参加的。我嘛甲另外一个青年问讲，啊，那最近有一段时间拢无看到你的妹妹啊？伊甲我应讲，牧师，毋是你无看到尔，我嘛无看到呢。但是牧师，我来问阮妹妹看卖一下，看伊要去参加建造营无？看伊要参加短宣队无？我所毋知是这个感动只有存留伫昨下暗尔，还是这个感动
你今仔透早困起来，睡眼惺忪，就甲放袂记。但是你遮嘛是鼓励咱遮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的，恁的厝、恁的囝儿孙、搞社青、搞学青呢，是毋是咱做伙来鼓励因来参加明年寒假2月3号、4号、5号、6号的建造营，甚至因会使鼓励因来参加暑假的短宣队，互因会当去看到无同款的世界，看到无同款的生命。啊，咱呢？咱会当做啥？比如讲，明年寒假，这个建造营这道无走遐远去，离坪林一个山庄，恁若有时间，欢迎恁安那去参加哦。无啦，咱大人毋免参加啦，但是需要咱的关怀。也许你去探个班，也许你去带个小点心、小水果、小饮料，去关怀这些青年青少年嘛。这拢是咱会当做会到的啊！我们是朝圣者，我们是一起旅游的团体旅游者嘛。有一遍我看到新闻咧报道辉达 NVIDIA CEO 黄仁勋伫美国咧做一个新产品的发表会，迄个新闻报足久哦，但是足可惜的，报道迄个新产品的时阵，无偌久就过夜。啊，壁上大部分的时间拢咧报啥？恁知影无？拢咧报啥物？伊咧报黄仁勋迄领外套30万，所以平平无共款名牌的牌子，好偌济钱，拄偌济钱，迄个记者足认真去找出足济无共款的牌啊，牌子，啊，佫有相片等等，好，这偌济钱，迄偌济钱，互大家做比较。佫过来，黄仁勋迄箱报的，好，迄箱报的台票将近5万箍。伊就佫足认真去找足济无共款的名牌的布鞋，即件个偌济钱，迄件偌济钱，伫遐咧做比较。我甲师兄师母讲，看即款的新闻足无意义的呢。安怎讲？因为看这个新闻，我只有2个感想，一个感想就是讲，这个世界转速真的很快，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互你买袂赴、买袂了，莫怪这公司会大趁钱。第2个感想就是讲，这个报道一直聚焦在名牌、名牌再名牌，这真正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吗？真正是咱生活所需要的吗？唔通袂记咱的根基是主耶稣，咱的根基是主耶稣，伊伫地面上会行大，就是咱的模样。咱爱互相帮忙，对焦在美好的生活，对焦在美好的生命的意义上面。第六，教会本质爱常常做新的事。这咱讲过哪遍啊？圣经一直咧提醒咱，一直咧提醒咱，咱的上帝是做新的事的上帝。所以，这个新的事不只是方法的新、事物的新，包括上重要的是，咱爱不断学习，勇敢尝试做新的事啊！就亲像咱的圣歌队同款，今仔日因所献唱俄罗上帝的歌，有好听有水无？困去啊吗？有无啦？那像我表恁讲的安尼，因今仔所献的俄罗的诗歌，互我足感动的啊！所以咱嘛会当发现，咱的夜音合唱团、咱的圣歌队、咱的敬拜团也好，不断拢咧学习新的歌。要将新的事物来敬拜上帝、阿罗上帝啊！所以各位兄姐、各位兄姐，对顶礼拜甲这礼拜，咱一直咧讲的，就是一个活泼的教会，有活力的教会。咱会相信，一个活泼有活力的教会，会当祝福着咱，祝福着咱的家庭，祝福着咱的社区啊！所以今仔日咱不只是伫遮做伙来思考上帝的话，思考经文所讲的事，更较重要的，咱必须要有行动。咱若愿意有行动，教会这个基督体，这个身体，一定有法度振动。有法度振动，有行动，咱才有法度来做这个世界的盐，这个世界的光啊！阿妹嘛，大家来记得，天父我的上帝。愿意来正做阮的帮站，
互阮的灵命时时不断的活新，来活出满有基督模样的生活。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谢，基督隆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来回应拄仔所领受的信息，会众请起立。众请坐。即马请徐玉兰执事甲慧瑜执事来书写。请起立。主
会长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后，请互相请安，做伙享受爱餐。第二，明年度的腊日1号1分，还袂退的人，礼拜后请来1楼领。第三，有报名即摆洗礼的人，11月29甲12月初6上午9点半爱来上基要真理班。第四，即礼拜六下晡2点到5点半有年度事工研讨会，请中级甲各团契的会长、队长、舞蹈顾问拨时间来参加。第五，礼拜堂门骹口的盆栽，若有意爱的，欢迎兄弟来认领，请伫11月20拜四以前办公室登记。具体消息：11月18拜二上午要举行叶丰一执事爸爸的丧礼伫二滨，请为遗族代祷。团契消息：今仔日爱餐了后，伫5楼举行11月份上年的例会。寿轮执事要转讲，请踊跃参加。牧师有要补充无？咱只是来行平安礼。作接，咱来吟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煞。唱完请牧师祝祷。是
愿被上帝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赐福咱，搁保护咱。愿上帝欢喜的面看咱，想使咱正兄弟姊妹以及咱的亲人有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倒避讳。